殺破狼嘅意思咧，照導演嘅意思咧，就應該就喺紫微斗數入邊咧，嗰3個行星嘅簡稱嚟嘅，殺星、破星、狼星。無論做任何一樣嘢，你都有目標去做。你要為咗自己去追求一個目標咧，你會有時會做出一啲好似狼嘅性格去做啲嘢。殺破狼其實係一個人嘅目標嚟嘅。初開始嗰時咧，基本上係講警察同埋黑社會兩邊嘅鬥爭啦。咁啊，任達華係飾演一個警察，咁洪金寶係飾演一個黑社會大哥。佢哋嘅矛盾咧就完全唔關我事嘅。咁而我咧就夾喺中間，我咧就係亦都係一個警察，見義勇為啊，伸張正義啊，直接我去插手，代替咗任達華嗰個警察嗰個職位之後咧，就捲入咗佢哋嗰單咁嘅鬥爭。有冇得？得唔得呢個？都係唔得。一班壞人做嘢，咁一班好人又係做嘢，咁呢班壞人做嘢就嗰啲好人就過睇唔過眼，呢班好人就殺呢班壞人，呢班壞人又抵抗呢班好人，即係咁啦，即係就殺嚟殺去啦嚇。任達華喺呢個戲入邊咧，因為個傷害，你違反咗啲警察嘅守則，佢做咗嗰件事係啱，抑或唔啱唔重要，佢雖然係一個警察，好多人都覺得佢應該罪有應得嘅，為咗佢追求自己覺得係啱嘅嘢，我會係不擇手段，係盡量令到我自己嗰樣嘢實現。就每一個人咧，人之初性本善咧，你每一個佢點喺外邊做壞嘢，我覺得佢嗰個根本身咧都有個善處，就係話對於自己嘅親人啊、親情，佢一定會擺翻出一種愛意或者係善意出嚟嘅，只不過係嗰個表達嘅方式啊，或者點樣係唔一樣。我嘅角色我咪其實做一個睇嚟好似黑社會嘅大哥咁啦。人嘅思想咧，每一個人嘅思想，呢個人做壞事咧，就覺得佢每一個時間佢都係做壞嘢啊。咁其實佢都會有啲時間做好嘢。我記得剛剛開始的時候，導演說你那個人物叫劍，我自己感覺他應該是一個武痴。他覺得就是殺人已經沒有什麼興趣，但他其實本身呢只是一個殺手，很酷的一個殺手。在外人的眼裡，可能他是一個就是洪大哥的一個手中的一個工具。就是當他遇到一個對手的時候，就遇到甄子丹的時候，他覺得當我真遇到有一個對手，他有可能讓我失敗，也有可能讓我死。當有一個人遇到一個高手，遇到另外一個高手的，往往是興奮的，有的時候是瘋狂的。其實我哋每個男雖然外表上係一個硬漢，其實大家都係入邊有一種好澎湃嘅感情，入邊好豐富嘅感情喺度嘅。只不過佢哋寄情於佢自己嘅崗位，大家各為其主。任達華佢為咗佢個兄弟喺洪金寶身上去追討一份債，洪金寶為咗佢嘅家庭，佢個 baby， 佢個女，咁我為咗一個新式嘅一班手足，做好我自己認為警察要做嘅事，所以完全都係出自一個情字嘅一種感情。Action！ 好，呢個嚟喎，呢個 OK。我覺得唔係我即係唔係就咁寫一個反派好壞、好殺人斬眼咁，其實我係唔寫呢一面咯。我成日覺得所有嘢都會變化咯。你遇到每一件事，你唔可以預計到。佢擁有咗金錢、擁有咗財富之後，原來佢係想擁有一個好開心嘅家庭。個底線冇得定嘅，即係我相信，就算我今日講咗個底線，唔代表我聽日個底線可以再低，可以突然間高翻。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係咁。其實我一路都好欣賞導演，佢個思想有啲好細嘅嘢，係有啲其他導演係拍唔到，同埋佢有個堅持，個堅持咧係有啲導演咧係做唔到嘅。佢又幾新下嘅，即係幾新下嘅，即係有啲嘢係現實生活當中又帶少少好傳統嘅嘢。一路咧，大家都想合作，希望可以撞到啲新嘅火花出嚟。咁啊，直至今次有一個咁好嘅機會，咁啊兩個就拍一部咁嘅戲，
出嚟效果大家都好滿意。他总是想把片子拍成一种很扭曲的、很变态的一种心理。他这种方面，我觉得掌握得很好。他是不是也變態我不知道啊。未知我覺得葉偉信係幾好啦嚇，信仔幾好啦，但係因為我哋合作嘅日子仲唔夠多，咁我希望有機會再合作多次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喺個戲劇嗰方面個時間，大家俾多啲時間。即係每一部戲都會攞到一個好好經驗，就係堅持，即係要有更多嘅堅持，先至會有好嘅電影。喂，再嚟，起得太精神啦！喂，1、2、3。我每一套電影入邊咧，我都有唔同嘅構思嘅，完全係 depend on 嗰套電影嗰個背景，因為始終係時裝動作片，你唔係一個古裝動作片，唔可以太天馬行空。唔花嘅。我亦都好希望動作片唔好就咁為打而打，大家好自然咁樣，佢會諗到一個角色俾佢去發揮嗰個動作，但係裏邊會有好濃嘅氣味。呢啲動作配合到嘅戲，配合到個需要，配合到個需求，你每一樣嘢你都會有效果。佢如果快我嚟唔切攞，所以我情願做我反應之後，跟住我就立佢啦。喺呢個咁嘅基礎之下咧，盡量去設計啲影像上有新鮮感嘅。最緊要咧就係捉唔捉到觀眾嗰個情感個 feeling，個 feeling 係最緊要嘅。一慘啊！即係個完啦，比較浪漫啲，等佢死得長啲個身。子丹都個身手都好好嘅，咁我身手都 OK 啦。由細到大咧，未入行之前咧，我都係佢嘅 fans 嚟嘅，好興奮可以同佢合作啦，因為始終都係動作電影嘅大師嚇。第二咧就係我第一次同佢合作，所以對我嚟講亦都好新鮮，帶俾我好多嗰個衝擊咯。係啦，咁啊似啦 ，OK，咁我跳多個鏡頭咧就係你抱住假人啊，點都好，你睇一睇就。同一個打動作嘅同埋做到打得好好嘅，大家去做對策嘅話咧，其實就相當愉快嘅事。喺個現場，大家係過招嗰個剎那嗰個時間 the moment， 你係會覺得係你係會好好。咁殺破狼我係用咗好大量一啲咁嘅擒拿摔跤啊，甚至乎而家好興美國UFC 喺個籠入邊打嗰啲咁嘅技術，鎖關節啊，將柔術柔道合氣道混合體啊，咁我都擺咗殺破狼。1、2、3。不嬲動作片都係有戲，不過戲劇又好點樣好，係真實嘅人物上嘅戲，個樣嘢呢樣嘢好重要。其實我唔啱係做反派啊、正派，但我要求嘅戲係突出啫。有啲叫父子情喺度咧，你反而覺得個戲咧係喺沉鬱之中咧，又帶到少少親情嘅戲喺度，係永恆嘅，講情嘅電影係永恆。這部戲會是一部有看頭的戲，希望可以將一啲真正嘅武術嘅搏擊嘅哲學咧，再擺翻落去電影。睇戲就係放開個心情去睇㗎啦，即係唔需要嚟跟放鬆嘅心情去睇。我自己就覺得自己做到嗰種好沉鬱、好倔強，但係又好無奈，但係又要追尋一啲嘢嘅角色。我諗其他電影係睇唔到，喺呢部電影可以俾大家睇。不過我覺得呢部戲又唔會太曳，就應該好好啊。咁啊點都係噶啦，我哋都係希望啲觀眾盡量支持我哋拍電影嘅電影工作者啦。